平时有提供供餐服务的北区仁爱里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里长改有送餐的服务。平时由里内志工妈妈大家共同料理。上午伫议员陈怡珍的媒合，结合台南市爱甲包容公益平台，大家共同提供店内的餐饮，准备30份的爱心餐盒，要分送给仁爱里的长辈。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爱与包容公益平台呢，我们所有集结台南在地的企业商家们呢，一起整合起来的这个爱与包容这个公益平台呢，今天特别送爱到我们的仁爱里仁爱社区活动中心，给我们所有的长辈老人共餐。那希望透过这些温暖的食物呢，来传递爱哦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关怀我们的长辈，关怀我们的弱势的朋友。去年底伫个牛园火锅发起爱心围炉以后，有一群台南在地企业店家所组成的爱甲包容公益平台，结合大家的资源，共同组成爱心餐盒，要用温暖的食物来传送爱的关怀。爱与包容公益平台呢，是由台南市的几个我们餐饮相关的店家所组成的。那我们呢是在商会认识的好朋友，那在焦喇嘛跟这个吉姆冰箱，还有大邱年糕，那还有台南在地的网红部落客爱吃灰牛园火锅还有甜蜜点日式杯果，都是我们一起做公益的好伙伴。我们希望透过抛砖引玉的方式，可以让社会大众呢，对于社会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族群呢，能够更加重视。那希望透过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力量，可以达成社会一个大大的温暖。上午提供的食材包括有椒来阿妈的干拌面、酥肥鸡肉沙拉、海鲜汤、烤肉丁。另外，还有青果西施提供的水果，议员嘛特别关注油啊，提前祝贺长辈中秋节快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